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6月1號，這一期咱們繼續胡聊胡適、胡指、胡威，還有胡一金老師。今天這個胡適又是露怯了。什麼叫露怯了？你看看亞太股市都在創新高，韓國股市再次熔斷，又是萬善熔斷了，漲的熔斷，逆天了。說好了一起震盪，都是亞洲，誰不比誰強多少？好，這日本的股市創新高。韓國股市也創新高，你說這韓真誰？說好了一起震盪，一起慢牛。我覺得有關部門應該給韓國和日本應該通過外交渠道下一個照會，這沒法弄啊。胡適這邊全天衝高回落，截至收盤，滬指跌0.27%，深成指跌1.51%，創業板指數跌2.15%，科創50跌5%，也就是你看創業板和科創板是暴跌，為什麼？你說這個。國內的一些投資者，這賭徒，那現在心裡像貓抓的一樣，貓挠的一樣。為什麼？你這邊紅綠市場玩不了，它不漲，然後外面的市场漲成那樣，它不讓你去。現在正在重拳出擊，是吧？到處在封你的賬戶，不讓你去。那說國外的市場危險，不能去。我看今天有媒體報道說，你要炒國外的紅綠票子，市場要罰款，罰是千分之幾，1/1000還5%啊？罰款不僅不讓你開戶。你要再炒也得罰你，這什麼意思？說白了，你想玩，你只能在這個指定的市場玩，你要跑出去玩，翅膀硬了是嗎？就這意思。但是今天對重要投資者來說，對這個叫金融消費者來說，還不是壞事，因為今天雖然都在跌，但是上漲的家數多，3776家上漲，1682家下跌，而且這個成交量縮量了，只有2.88萬億，縮量下跌，但是上漲的家數多，將近3800家上漲，說明什麼？說明資金正在從這硅基裡面出來，也就是什麼半導體、芯片、PCB、什麼光模塊從那兒出來。這老燈股啊，碳基的趁機反彈一下。你畢竟這幾天連着跌10來天了，大盤漲它也跌，大盤跌它也跌，跌多了它這趁機反彈一下，彈完了還接着跌。這是老燈股，就这些碳基的，它也沒有前途。這資金都從裡面出來，這只是一個反抽。為什麼日韓的還在不停的創新高，向上熔斷？那咱們科創板露怯了，這個大家也明白是吧？我一直說，咱們不能跟萬惡的美的還有日韓的股票去比，因為他們都是走邪路啊，他們不講究市夢率，他們什麼海力士、什麼三星，那都是在賺錢，人家市盈率才10幾倍，美國的英偉達。什麼蘋果它都在賺錢，還有特斯拉這些，確實它也有泡沫，對不對？你像這個韓國股市挺嚇人的，有泡沫，但是人家的泡沫好歹後面有業績支撐，有實打實的業績。我不是說它這個泡沫不破，它也會破，一樣的會有經濟危機，但是人家至少目前是說得過去的，所以它瘋狂的往上漲，向上熔斷。但是你這個市場，对不對？你這是講究市夢率啊，這都是2萬多的市盈率啊，你這開什麼玩笑？所以自己也心虛啊，萬下不甘心。這我早就說過了，咱們這個市場就是往上走害怕，沙灘上建高樓，萬一塌下來誰負責啊？你搞成事故了，那誰負責？烏紗帽要掉，說不定要進去蹬風機。往上害怕，往下的不甘心，好不容易搞到4000年。往下這成果不沒了嗎？所以它變成一個這麼個狀態。大家恐怕也看了新聞了，是不是？現在媒體報道是這個對這個基金叫什麼投資風格是吧？偏移，哎，但這詞兒反正挺拗口的，我也不太熟，沒玩過。大概其的意思就是現在有關部門要查公募基金，這公募基金不都有你發行的時候不都有這種風格嗎？是投什麼成長型的，還是投什麼消費股，還是什麼那個的各種板塊，也就是你的風格。比如現在所有的股票都在跌，只有硅基的是吧？只有這種芯片、PCB、半導體這在漲，所以這個很多不管你是什麼基金，你發行的，哪怕你是買白酒類的、什麼消費類的，這些基金都把錢去買半導體去了，抱團嘛，基金抱團砸半導體去了，所以導致那科創板的暴漲，所有的股票都在跌，其他股票的基金都在出來，是不是？在減倉、加倉科創板這麼個事，那有關部門就害怕了。你這麼炒，你想害誰啊？你這個科創板是暴漲，市盈率都幾萬倍了，害怕了，所以一紙通知，這都是媒體報道的，大家可以自己查。一紙通知下來，也就是你什麼風格的股票啊，那個基金你就得炒什麼風格的股票，看你有沒有亂配置。你炒白酒的，你跑去炒半導體，這就是違規。
要罰。所以很多基金就從科創板出來之後，它就得配置原來的老登股碳基的，所以碳基的就稍微反彈一下，大概就這麼個事，大家自己可以去查一下。如果媒體報道是真的，那只能說明監管心裡有數，啞巴吃餃子心裡有數，知道這個所謂的科創板不能爆炒，是吧？你已經市盈率都上万倍了，你再炒还往哪兒炒？都市夢率了。我在網上看到有人在轉發的，大家聽一聽就完了。叫彭博社周五就5月29號發布長文報道，詳細講述中國政府正在發動一場幾十年來最嚴厲的跨境資金與海外財富整頓行動，目的是堵住富人把錢轉移到海外，投資海外市場，以及利用離岸結構避稅的各種渠道。彭博社的這篇報道還指出，多年來，中國公民一直與監管機構展開資金外流的貓鼠遊戲。中國官方規定，每人每年可合法換匯並轉移出境的額度為5萬美元，但許多人通過地下錢莊、加密貨幣，甚至虛構進口貿易等方式轉移更多資金，就是通過地下錢莊。報道稱，這些年來，北京一直持續收緊資本外流，長期以來，政府的各種漏洞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使許多人認為這類交易即便不完全合法，至少也是政策默許的。但現在不少中国公民突然開始被要求上繳海外股票交易收益稅款，甚至投資渠道也被關閉。文章稱，當前中國已啟動數十年來最大規模跨境稅務體系整頓行動，對3家熱門券商寄出至少3.3億美元的處罰風險，同時承諾加強對銀行的監管，並悄然加大對中國富人及其境外資產持有結構的壓力。這一轉變波及深遠。據悉，從依賴內地資金支撐的香港股市，到幫助中國公民進行海外財富管理的律師事務所、金融顧問與投資基金均受到波及，就是一個產業受到波及。地下錢莊，包括什麼財務公司等等，甚至我可以說對香港的樓市都有打擊。咱們在房地產節目裡去說，報道稱，在公開整頓之前，就有人被稅務調查。這些人通常是擁有超過3000萬美元資產的富裕人士，他們大多是華人，但後來取得外國護照，又長居在中國。其中一些人使用離岸信託機構管理財富。這些人士稱，這些人可能被徵收高達20%的投資收益稅，同時還需繳納滯納金與罰款，最終金額有時可以協商。此次的整頓行動是近年來最強硬的一次。彭博社稱，多部門聯合發布方案，承諾打擊面向中國內地投資者非法境外投資服務。監管部門同時警告，銀行將面臨更嚴格的審查，而為跨境投資者提供賬戶服務的機構必須加強合規管理。隨後，香港監管部門也表示，將加強對內地居民在港開設賬戶的監管，並強調相關洗錢風險。彭博社認為，這次整頓行為的背後是中國地方財政壓力急劇上升。我給翻譯一下，就是地方政府沒錢了，咱們就說通俗一點，好理解。政府沒錢了，能容忍你們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嗎？村長沒得吃，合着你們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你這多多少少說不過去。那村長掀桌子很正常，砸你們家門。說因此不得不尋找新的稅金來源。目前部分投資者已開始主動撤離海外市場，以避免未來更大的監管與稅務風險。未來中國居民投資海外市場的難度可能進一步增加，包括開戶、換匯、資金轉移以及海外資產申報必須將面臨更嚴格的監管。實際上這個是正常的，大家一定要記住了，就是沒錢了，沒錢螞蟻都是肉啊。一個公司沒錢了，那就開源節流。節流什麼意思啊？節流就是連廁所的衛生紙都得限量供應，桶装水也不能隨便喝了，是吧？完了，下午的點心、小零食、下午茶，不好意思，都得缩减。那你这个，你现在你很多人跑到美的那儿，跑到日韓港股那兒炒，這不僅風險大，對不對？這人家那是崩潰式上漲，這風險這越來越大。這政府都是為你們好，怕你們上當受騙在外面，所以說不想讓你們去炒，這個都是良苦用心。第二個，有的人在外面炒美股還有韓國股票，本事沒學到，對不對？
什麼知識都沒學着，就是賺到錢了，把錢一買，莫名其妙漲了30%，什麼知識沒學着，也不知道自己股票為什麼賺了錢。你這個最可怕的，就是你自己賬上莫名其妙多了錢，你不知道什麼原因，那你這錢危險就危險。很多人還回來到處亂說吹牛，說我炒了納斯達克賺了多少錢。那你說讓炒國內紅綠市場的，他怎麼看？這是擾亂軍心。所以說你這樣人不收拾誰？一沒學到技術，就是賺了點錢，沾沾自喜，完了之後到處吹牛。所以说这個政府啊是實在看不下去，採取這個措施，及時剎車，這個沒毛病啊，把人都叫回來。想玩這地方有地方玩，對不對？你想玩這兒一個公開的市場，你不玩，你跑到歪門邪道那地方去。你在這個市場玩，那肉爛在鍋裡面，大家自己一起，獨樂樂不如什麼同樂樂是吧？獨樂樂不如眾樂樂。你跑到日韓，跑到納斯達克去，那地方沒有任何技術含量，學不到任何新知識啊。所以說，一切出發點都是好的，都是為了讓很多叫金融消費者要明明白白，要知道自己是怎麼賺的錢，也要知道自己怎麼賠的錢，對吧？要學到很多先進知識。美的的股票你去一買就賺錢，還有韓國、日韓股市，誰知道後面有什麼陰謀，對不对？他前面給你點甜頭，後面指不定要怎麼樣。作為韭菜，你哪知道天上沒有白掉的餡餅嘛，對吧？天上不會掉餡餅。所以說，這政府出手是對的，把你們整回了。這個你想玩，有地方讓你玩，自家的市場你不玩，你跑到外面去玩，這是什麼個行為？我在網上看證券專家劉繼鵬，好像他直播，但是那個直播我没看到，我只看到切片，說直播間一下就湧進了這好幾萬人，好幾萬人就好幾萬人也無所謂，對不對？那很多明星一直播也是10來萬人，正常。但是那劉繼鵬直播間飄的都是關門，滿屏都是關門，所以我就在想，我真的在想，2024年9月份開始指數牛市不就開始了嗎？怎麼搞了1年多的，快2年了？那怎麼還有這麼多人喊着要關門幹啥？按理來說，指數牛市大家應該賺錢了，對不對？從現在已經4000點了嘛，對不對？4000、4100、4200最高，從2500點、2600吧上來，那也漲了30%不止指數。那為什麼这感覺好像滿意的人非常少？大家都是憋着一股火，都覺得賠錢，不太理解到底誰掙了錢。所以我的節目一直說的吧，反復強調，是牛市指數漲跟你沒關係啊，你牛市不代表你能賺錢。指數漲也不代表你能賺錢，滿屏飄過啊，全是關門飄屏。大家如果感興趣，可以自己在網上找一找切片看。這我看了這個，我很震驚啊！我覺得多少的有個20%人在賺錢，大部分人賠錢。那牛市20%人賺錢還是有的，但是我看基本上都在賠錢。你比如說你關注的那些賬戶，有一些自媒體現在又開始哇哇亂叫了，在那兒有的是賣車補倉。有的在那哭說能不能給我回本，回本我再也不玩了，發誓又在開始賭咒，有種就給我回本，回本我再也不玩了。還有的賬戶是吧，立鐵為證，投入10萬，準備要賺100萬，現在還剩3萬，大量的這樣賬戶想從10萬炒到100萬，現在已經到了3萬了。所以我說這個市場至少現在，我也不敢說至少現在是不值得參與，還有很多人痴心妄想，準備把自己的血汗錢，把自己上班的8小時賺的窩囊費，勒緊褲带省下來的錢，這麼擱裡面，翻倍沒翻成，這個就是縮水的。鱷魚進去，壁虎出來，奧迪進去，雅迪出來，4個輪子進去，2個輪子出來，雅迪出來正好可以騎上雅迪去送外賣，這也是算給一條活路，沒有趕盡殺絕。所以我們不要拿胡適跟日韓、跟美國、跟這些國家的資本市場去比。對，因為他們走的是邪路，他們是萬惡的資本主義，是吧？咱們不一樣，不要亂套，不要認為他們漲了你就漲。什麼時候能參與？基本面改好了，真的有很多企業是在賺錢。三星、SK 海力士這樣的企業，你這市場也有，對吧？英偉達、蘋果、特斯拉這樣的企業，你這市場也有，還得公開透明，沒有人敢做假賬、欺詐上市。但監管部門閒得蛋疼，是吧？比美國證監會還閒的時候差不多了。你看現在證監會這監管部門多累啊，就這麼抓都抓不完，你還敢去炒？你看每天處罰立案的有多少，恨不得每個工作日都有，一共就5000家上市公司，5400家，天天都有立案的，有調查的，有各種。就這樣的一個市場你敢玩，那說明你膽兒真大。要業績沒業績，裡面全是什麼做假賬、欺詐上市、大股東占用、違規減持。
有人說長興存儲要上市，好像是很快了。長興存儲目前看業績不錯，因為反正这個大家都知道啊。但是有很多人说，考慮到過往的胡氏歷史，每次都是大家伙一上市就標誌着到頭了，後面有很長的時間下坡路要走很长一段。就好比中石油，2007年那一輪牛市的时候，正瘋狂的时候，中石油一上市，好像那個股價48還是多少，反正到現在還沒解套，很多人。第二輪好像2015年也是借着牛市上了很多巨無霸，什麼中國中車、國泰君安，就大家伙。也就是說，每次一大家伙一上市，後面就開始下跌了。希望這次長興存儲上市之後，不要讓金融消費者失望。為什麼下跌是很正常？因為市場就這麼點錢，因為外面圍觀的人他就不進來，他怎麼着他都不來。你怎麼喊破了嗓子，你天天吹，場外人他不進來，就是场內就這麼點錢，這麼個大家伙一來，很多人就追這個大家伙去了。那其他的股票又得阴跌，人家割肉割老登股，割肉其他的去買存儲。長興存儲至少目前看業績還是有保障，那人家肯定追這個玩意去了，那就是割肉什麼萬科，割肉什麼茅台、五粮液，都是存量資金在裡面折騰，沒有增量資金。那麼長興存儲大家也要小心，這個股票應該不錯，但如果炒過頭了，一樣的也會暴跌。我估計着這個長興存儲一上市，恐怕來個長長的上影線，也搞得不好要複製這個中石油的走勢，還是要小心，不要一套10年。為什麼呢？正因為長興存儲它底子不錯，現在正好行情也不錯，那這些機構肯定是把事做絕，把未來3年的錢它都一把賺了，未來5年的它都一把賺了。一上市绝对拉得非常高，因為現在不讓做空，它沒有什麼融券做空的，這玩意一上市說不定300%、500%都有可能。這是價格股價得小心，這玩意一旦套住跟中石油一樣的，不是說長興存儲不好，而是這個機構這種機制導致了很有可能它成為一個誘餌，成為一個超級鐮刀。我們再看看這胡一進老師，目前这個行情我估計胡一進老師是不賺錢的，或者是小賺，也是幾%之間10%，因為現在你看基本上都不賺錢嘛，你除了買100多只跟硅基相關的那股票都翻倍了，翻的少的翻幾倍，多的翻10倍8倍的多的是，也就一共100多只200只不到硅基相關的，剩下的你买哪只股票都在跌，有1000多只股票好像比2024年924那個時候還要低，不停的創新低。所以說我估計，虽然胡一進老師自己不說，但是我估計他很有可能收益不大，甚至有微虧。他今天發了個帖子很有意思，他是轉發廣州日報昨天發了一個叫清華碩士從事文媒1年最高月入10萬，講的是一個中國傳媒大學本科畢業，清華大學美術學院碩士，這麼一個廣州女生。那畢業以後你想啊，頂着這個頭銜，一個是中國傳媒大學，一個是清華大學碩士，進過大廠，考過編制，最後卻做了一名文媒師。母親覺得她白瞎了這麼好的學歷，曾哭着反對。去年6月，她的故事經本報報道火上了熱搜，這個我記得我還聊過，我有點印象。現在這個悠悠過得如何呢？近日，悠悠接受記者回訪時表示，從事文媒工作1年多，最高月入達到10萬元，但最低的時候也會掉到2-3萬元。他在北京和廣州各有一個小工作室，自己既是老闆也是技師，還要處理運營、客服、課程開發，一個人扛起了一個小團隊的全部。那就有部分人就認為這麼高的學歷啊，去做文媒師浪費了。這個悠悠本人是怎麼說的？他說，如果我們認為努力讀書，考入好學校，拿着文憑找一份光鮮亮麗的工作才算不浪費，那他確實沒有符合這個標準。但自己把所學知識應用到實際工作中，那就沒有浪費。悠悠表示，清華畢業讓他可以選擇從事文媒，不是僅能從事文媒。有網友認為，悠悠的父母在教育上投資是虧損的。真正的教育不是以學習和工作為唯一錨點，而是以個人的終身發展作為衡量標準。悠悠認為，考上好學校，在學校裡的生活是我當時追求，讓我內心快樂。畢業後，我覺得賺錢會讓我快樂，於是努力往前走，每一步都讓我快樂，這就夠了。悠悠說，經過1整年，他的父母不再覺得文媒是低端行業，認為他是在創業，而母親也強烈反對到
就是從反對到默默支持，到工作室幫他搞衛生，說媽媽不再糾結我的職業，而是關心我今天累不累，客人有沒有為難我。就這麼一個广州日報的一個報道，清华碩士從事文媒1年，最高月入10萬。胡静老師轉發然後進行評論，他說從報道中清晰看到悠悠很揮灑陽光，而且很可能對未來有當前起點延伸下去的更大抱負。他是個蠻成功的清華碩士生，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觀都是當代大學生中的亮點，而非暗班。現在1年畢業1000多萬大學生，985畢業的也接近50萬，能夠找到與專業對口的機構當然是好事。隨着畢業生規模達到1000萬級，專業的適配度肯定比老胡那代大學生要低得多。胡静說，在大機構裡工作有好處和優勢，但也有內卷帶來的壓力和很多不開心。進入大機構就像进入好大学一樣，意味着一種保障性，這種印象已經是過去時了。要想在大機構不落伍，不被淘汰，能夠越做越好，得到升迁，你就得加班，就得把事情做得好，而且還能讓上司滿意，有時還得給上司提供情緒價值。這一切可不是容易的事。在大機構裡好工作，很多都要伴隨愁眉苦臉、如履薄冰的日常。這胡静老師說的，他说的沒錯，但是胡静老師這麼一說的意思，那就是這個悠悠幹文媒師那很輕鬆，因為大機構裡這麼累嗎？累才能當上總編，对不對？你就得天天巴結領導，天天察言觀色，天天加班端茶遞水的，能混到一個總編。那這麼一說，那合着悠悠那就很輕鬆哎。啊，文媒師1個月賺10萬，很輕鬆嗎？他不看顧客的臉色嗎？他媽的關心他客人有沒有為難他？這胡静老師怎麼不關心？這個言下之意，就胡静老師認為這個悠悠很瀟灑。你看，做個文媒師1個月居然賺10萬，這胡静老師潛意識的他就這麼對比的。你看看，那他覺得做文媒師還是可以的，你不用看人臉色啊，輕鬆就拿10萬呢。胡静說，老胡當然不是刻意做反常識的厚此薄彼。大家都往大機構裡用，這本身塑造了一種常識和常理。我只是想說，做什麼都不容易，在隨大流找好工作的同時，年輕人要不斷發現，在現實條件下什麼最適合自己，不要太逼自己，不要找份工作是為了給別人看，有興趣開心的去工作，這太重要了。做事情都很累，但有興趣工作可以讓自己樂此不疲。這個比較說，這都是正確的廢話。胡静老師說的都是正確的廢話。什麼意思？是說一份大機構的工作，比如說在什麼部委下面哪個辦公室當個副主任，或者當個處級調研員啊，放在悠悠面前，悠悠不去，他選擇了去文媒，那這個我鼓鼓掌，我佩服他。我覺得這個女人这個女子不一般，她沒得選擇，對不對？她不是找不到工作嗎？被逼去做的文媒師，有什麼好吹的？是不是這個邏輯啊？當你有了選擇的時候，你說前面8條路我都沒選，我就選擇我就是願意做文媒師，這個我佩服他。你這麼一吹，搞得好像他有很多選擇，他不選做了文媒師。胡静說，從報道中看，悠悠因自己的工作很快樂，就憑這一點，他不知道贏了多少人。他從大學學了，除了學的知識，還學了人生市場最基本的邏輯。當很多同齡人還在迷茫的時候，他游刃有餘駕馭了自己在社會和市場中的起步。這個胡靜老師這麼寫，胡靜老師也就是說他還是叫老毛病，叫職業病，他動不動就從宣傳的角度去出發，反正這個事情不是好就是壞，只要宣傳，他不是說從報道發生根本性的原因，是吧？這背景他背後是什麼原因導致他這樣？他是就事論事，不是他就是個表面现象進行宣傳。你看看，你看人家清華大學碩士畢業，人家都能去幹文媒，1個月還掙10萬。你還有什麼資格在這兒叫苦呢？你努力了嗎？這麼多年，不就這意思嗎？你老是抱怨社會，人家清華大學研究生畢業都沒抱怨，你抱怨啥？你找着自己原因，是不是？他的潛台詞就是這個。他說我找了原因，我想去部委大機關。胡金老師說大機關不好，大機關看人臉色，要加班，這樣想升遷你就得付出，不好。那合着把路都給堵死了，最後你還是出去自谋職業吧，當個灵活就業者。不就這意思嗎？
所以胡一金老師，你把他一看完，这潛台詞再把你幾條路都給他堵上了，最後你即便你是985的博士畢業，你也得面帶微笑去選擇靈活就業，還得感謝感激，就完了。這就是胡一金老師的任務。人生之路有很多種，真的說不上哪樣的路徑最優。悠悠給新走出校門的同齡人做出了其中的示範之一。實際上，作為網友，作為吃瓜群眾都知道，對吧？因為我們看了太多的這樣的報道，什麼，清華美院碩士放棄大廠和編制，是吧？什麼北大畢業生送外賣，我記得北大畢業生送外賣還是安靜的，好像是什麼文科狀元，反正應該是去年還是什麼，還是今年3月份一頓爆炒，是吧？北大的嗎？送外賣嗎？北大、清華、牛津多校碩士什麼轉行外賣員，稱現在很快樂。復旦碩士畢業後做美甲師，月入過萬，稱比坐辦公室香。名校博士回鄉做豬肉販子，年入100萬，知識改變命運，但手藝更實在。清華畢業生擺攤賣煎餅果子，月入3萬，體制內辭職後活得更自由。北大金融碩士轉行做直播帶貨，3個月賣貨1000萬。還有清華大學研究生回鄉收破爛，年入400萬。這報道太多了，你不知道什麼意思。首先，我對這個主人公報道的這些人，他所從事的事情，我們這種貶低沒有任何。我覺得從個人角度來說，他怎麼選擇都是對的。這是他自己覺得好，但不要在乎別人的眼光，自己好才是真的好，這個沒毛病。但是問題出在哪兒？問題顯然出在媒體這樣宣傳，你到底幾個意思呢？這讓我想起了一個佛教小故事。這佛教小故事就是說，一個小和尚早上去趕海，或者叫坐船，就看見這個船夫把那個船從沙灘上拖過沙灘的時候，那船就把沙子下面的那些螃蟹、什麼蝦、螺這個壓死了，一片狼藉。那小和尚看到這一幕，心中就升起了悲悯之心，就問他師父，因為他困惑，他說：“師父，你看剛才船夫把船推下水的時候，壓死了那麼多魚、蝦、螃蟹，這是不是一種罪過？這是誰的罪過呢？是船夫的罪過，還是乘客的罪過呢？”那個老和尚微微一笑，平靜地說道：“是你的錯，你的罪過。”小和尚他不理解啊，大吃一驚，不跟我有什麼關係，對吧？我也沒有坐船，又不是我壓死的螃蟹。我就是問了一句，怎麼就是我的錯呢？老和尚就說了，船夫推船是為了謀生養家，這是他的本分；乘客搭船是為了過江辦事，這是他們的需要；螃蟹藏在沙灘上是為了求生躲避，是吧？是他生存的本能，都是自然行為。這三者啊，都是隨緣而行，無心造業，並無罪過，而你卻在這裡分別對錯，論斷是非，搬弄是非，是你起了是非心，所以這是你的過錯。所以這些清華大學畢業去收破爛，去賣豬肉，研究生畢業去送外賣，去紋眉師，這些都是為了生活，都是他個人追求。但是媒體非要去宣傳，胡一金老師非要去為這個事情去鼓掌，所以錯在這些上面。這本身是個很荒唐，是個無奈之舉，都是生活所迫，把高端人才被迫向下流动，這是一種悲劇，硬生生的包裝成勵志童話。所以錯不在這些畢業生，錯也不在這些家長，錯在這些媒體到底想要幹什麼？把人才向下流动美化成勵志，把這個結構性問題包裝成個人故事，忽略了背後的社會發展的困境，把這種簡歷縮水，把這種人才錯配。你想一個清華大學研究生，這培養了多少年？按理來說，他應該在這個最適合他的崗位上去工作，但是被迫沒有辦法，他找不到，他就幹紋眉。這本身從他個人來說沒什麼問題，但是從社會來說，他就是個浪費。如果再想到他父母為了培養他，買了多少学区房，從小花了多少各種的課外輔導，花了多少錢去幹個紋眉師，而且這個紋眉師也有人就說了，一個月10萬塊，那他得交多少税？他税交了嗎？這就是誅心之問，是不是？10萬塊那交稅，如果是企業的話呢，交應該至少得2萬多，如果是個人3、4萬塊錢要交的。所以說胡一金老師他應該找一找這背後的錯配，什麼原因導致的？我們要看到越來越少的人錯配都有適合他自己的工作，
這個才叫，才叫一个作為一個胡錫進老師這樣的段位、這樣咖位的人是吧？關注的事情，而不是給每個大學生發一個安慰奶嘴，多給他灌輸這樣的報道。你看人家研究生，清華研究生畢業都去文媒，你哪個大學畢業的？擴招的，完了之後你還挑啥？趕緊電瓶車騎起來去送外賣，不就這意思嗎？你送外賣也能找到自己的一片天。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